苗栗县嘅苗62线路台湾乡金水村盐墩滩，更加提早放出的工厂，唔过施工单位3日顺丰嘅山牌来囤，本几年二副讲，希望拉客风采期间，使到土石变落来嘅原因，大家更加如果讲讲下200个落台椅会引发很高严重嘅危害。从苗栗台府到台湾的苗62线，长条因为落台水引起难杀变态的意外，日本见面当时融入安全，所以苗栗县政府从5月份开始，进行将弯弯的路改起来工厂，希望就嚟提高融入人的安全还有利便性。不过最近实有民众发现，宣报上直接开挖土地顺体为3条来填内，唔但想重新水土保持实现平分。hàng chục mong là cái phong trào lối xịp khí hiện, dù cả các công trạng này sát trong trực tiếp từ lập được thái độ đảm bảo, nhắm chung ảnh hưởng到附近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到我那边的那个，我现在这边也做砌起来石头有没有啊？1米半有，超过1米半。超过1米半。对。哦。那全部都是上面土石滑落下来。对，上面土石滑落。面对民众的质疑，苗栗县政府表示，两家路团也很多嘅施工。水土保持嘅工厂也很忙完成，所以掌握住难杀变态的意外。已經協調包商來加強水土嘅保持，同時嚴密嚟監控。預計10月份完工之後，當地嘅交通是否有改善？因為剛好這在施工當中呢，剛好這個因為豪雨台風來的時候呢，可能有把部分的土石帶下來，那有部分影響到這個道路的部分，這部分我們都已經。隔天都已經把它清理完成。政府為咗改善交通問題，將細路拓寬、彎路變斜，年代係每日。不過樣板喺監督承包商施工嘅品質，避免施工期間出現當地難之種嘅災害。民眾希望公務處係拿出決心，莫等到變山之後過來做補救。下個新聞中，苗栗報道。